由基美下中心台大医学院结合美国、日本、澳洲等跨国研究，主要就是收集全世界急性腰子病资料来分析。嘛，由咱台湾洗肾的高比例，为了避免对急性到慢性需要一世人洗肾有6倍外的风险，甚至有3倍外的死亡率。基美病院医生陈瑞义强调，患者的综合照顾甲后续的追踪绝对袂当轻踩。然后收录总共21篇的文章，那我们发现有急性肾脏病的病人呢，他们预后都是比较差的，包括说他们可能会比较高的机会进入到慢性肾脏病，还有进入长期透析，甚至死亡的风险也会上升。所以我们应该对于这一群急性肾脏病的病人及早介入，在门诊追踪，才不会到最后演变成死亡，甚至需要长期透析。该跨国研究的召集人台大教授吴宇生嘛强调，因的目标就是协助各人避免受到洗肾的痛苦，加减少咱成为洗肾亡国的歹名声。我们常常缺了一个拼图的一块，就是减少洗肾病人人口。那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我们能进一步照顾这些病人，让他们减少未来转换成末期肾病的机会，这个就是我们最大贡献。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这样的观念获得了国外专家高度重视，所以能够发表这次高分的论文，也获得台湾肾脏医学会的重视。所以呢，这已经推行了这个国家的政策健保已经有通过，在这些病人做一个比较全面性的，包含药师、卫教师、营养师的照顾。相信不久将我们有机会减少我们透析的人口，我想这是这个论文对世界跟台湾最大的贡献。过去腰子病分做7天内急性腰子损伤以及3个月以上的慢性腰子病，不过在这个期间当中的诊断标准，这几天来正名叫做急性腰子病。医疗甲学术单位努力，都希望患者一定要早期介入治疗，千万唔通拖。今日新闻，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。